今仔日咱要来遮创啥？来提宝藏。对啊，就是要提宝藏啊！奇怪，船长甲白大海红小情人，唔知走去倒位，是要怎提宝藏啦？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甲你讲，因头拄则吼要过车路的时阵吼，拢无行斑马线，直接吼站路过，安尼袂用的。发钱，发钱！歹啦，歹开啦！警察大人，莫开啦！拜托啦，阮初还拜托的。对啦，开是爱开爱花偌济啦。一个人500，三个人1500。拜托警啦！察，迄1500是阮的菜钱呢。袂用，阮警察吼无咧凊彩互人讲情的啦。啊，你看，你若无讲话啊，袂用，你若无讲啊，恁无斗求情、斗讲情者，拜托。啊，伊是无说你的啦。好啦，看到吼，今日小朋友的份上吼，无阮平常时是无凊彩讲情。感谢大人。警察大人。啊，毋过吼，恁敢有啥物关系啊？恁来遮？先介绍一下，迄阮好朋友啦。小朋友，咱即摆自我介绍，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义工情感大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陈英如，我是李浩成，我是高定文，我是李佩颖。是位小朋友哦。既然吼，今日这小朋友甲恁讲情吼，安尼好，我吼就来甲恁考一个，我要甲恁考看卖一寡交通安全的常识。船长，我来倒三工等阵，你就互我提宝藏啊。无问题，提宝藏是无问题啦。好啦，莫讲我拢无你机会啦。好。平常时吼，咱若要过车路的时阵，有一寡所在是无斑马线。对。所以呢，伫咧一寡呢视野目睭看袂到的所在，咱就要注意有一个口诀。接月探，来接月探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先听一个，先听一个。要过车路的朋友，接。好，这就是我就是吼，外国看边仔的人吼，头毛有乱去无？嘿，无乱。啊，探就是吼，来偷票的时间到来，提宝藏。接月探。唔对啊？唔对啊，唔对。讲到这里啊，你讲接无探，记到三讲节。嘿，你讲。参嘛，伊嘛应该是转过啊，看敢有车开过来。哦，他拄则小朋友呢讲了真对，咱头一个接呢，就是爱集中注意力，爱专心行，专心开车。好。哦，啊，月呢，月头看一下有车要来，也是讲咱斑马线顶悬有人要通过无？哦。啊，咱探呢，就是爱探头出去，哦，看一个，咱有一寡目睭吼看袂到的死角。啊，毋过他拄则嘛是拢这三位小朋友讲对啦，你若无讲对，啊，歹势，4位，你算较俗的啦，算较俗的，算较俗的个，我甲恁吼3张开1张就好。哦，人真好的啦，人真正加在伊讲会到做会到，来，安怎？讲会到做会到，3张开1张。赶快清哦！3张开做1张啊！所以你讲500，对啊，500加起来开做一张。 1500啊，对啊，无唔对。我甲恁讲啦。安尼，恁继续无闲你的代志，我要继续来去巡逻啊！好，再会。大林，再会。你豆豆行哦，好，感谢啦，咱去老瓜吼。这1500呢？是的啦。唔是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迄1500小看钱，钱了人无代，重点是今仔日咱学着迄交通安全的观念。哦。啊是讲你拄则唔是讲，阮若是甲你斗三工，你要互阮提宝藏。对啦。对啊，安怎？要提宝藏之前吼，你毋是拢会用手机纳钱吗？因为阮袂晓，你甲阮斗纳，安尼阮就互你提宝藏。我知啊，无我宝藏摕，我才去摕手机啊。再来啦。嘿啊，你先囥哦，你先来，跟感谢。哇，人讲好诶，会真好讲诶。人水心嘛水。对啊，嘿，好啦。 安尼就互你来提宝藏啊！恁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！来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卡。做伙求进步，4位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，另外1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。阮的船员卖伫咧珠仔塔内底，甲恁斗三工哦，嘿嘿。哦，好
先我甲你请教一下哦，恁的队名叫做义工新干线队，技工新干线，是安那技工佮新干线斗做伙？因为义工好上班啊，要加新干线，新干线较近。技工伤慢啊，伊豆豆啊吐一个，对对暂停，对不？所以恁就希望恁的学校，恁家己通啊参像新干线共款，用标的就对啊。嘿啊，哦，才好这个队名啊。安怎摕到大片？斤两三是五架，一块大片，10架两块大片。来哦，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来，好起啦！好啊，你看我好劲！好啊，你看我哎呦，我甲伊配合甲足好咧，一分哪会用诶？哇，两架两架， ，PH 是好有啥物？红个，捧够对。哎这两呦，分哎，bonus 来啊！安怎？我讲一定爱添加2也是加3，才有准绳。好来哦，好起啦！你也是加上，哇哦，bonus 来哦！小姐，唔该收起来。咖喱精呢？对啊，感觉好诶。 B 是无有啥物事？无无。倒想啊，什么？爸，爸，对，哎呀，来好起啦！我 bonus 这个轻轻松松就会到。小姐，秀姐啊，没有，阮小姊妹啦，没啦，哈哈。你个小姊妹，来，爱杀到倒位你就知吼。共阮无有啥物事？无啊，对，哎呀，你会晓配合，我袂晓配合，来好起啦！因无想要这个球。来，佮继续个好起啦！好啊，拖时间的是你，唔是阮哦。你个拖时间，你个拖时间。哇，节能 TSH 是吃有啥物事？差倍了，差饭对。来，好起啦！咚，好，我嘛了，赢！昂起来，对啦！吃有啥数？差别，差别对。来，好起啦！来，洪小姐表现得非常之好。你小姐真贵啊，漂伊啦！啊！两波，哎呦，头先是吃，即马是知有啥物事？高炸，熬炸对，炸，好起啦！时间要到咯。时间到，无惊煞，来，出来复习一个。刚才收起来啦。好加载。你家真正来复习一个哦。好，讲完你来加讲几个。B 是无，无，搁有啥物事咧？鸡尾，尾啊尾，买一样尾，对，无用。无赢。赢无用，啊 B 小吹啊，买嘢。 ，TSH 是，PSH，恁讲两解呢？吹，吹，吹，啊，有啊，你若是食饭爱用啥物？臭，臭，啊臭对。哦，食饭爱用葱。哎，无你想要讲啥？哈，嘴用嘴食饭。嘴啊，对啊，爱用错，你会加错，你爱食对啊，错。食葱。好，来看卖一个，阿姨哎呀， 8架，行到第8架，通啊摕一块大片，啊，毋过伊 bonus 佫加一块两块，来，两块，请摕。来啊，提上大写个名字来哦 BK， ，B 嘿，啊个温班，哎对。啊，当然呀，看要大节都位拢会用的哦。哦，加，对哦，来，好啦，第一关两块大片算是袂歹啦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仔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来哦，动物要转去咯，就爱靠恁啦。即摆因要转去靠恁，啊，恁若是上下课转去，拢是靠家己还是靠别人？
扣把啦，扣靠家己的野手，家己好靠家己。哦，哦，你拢家己去啊这？独立的啊，，家己转去。上班。这两位是有人在是不是？嗯，拢什么人在？爸爸在。阿爸，阿爸，恁继光是伫邦桥嘛，对无？啊，你是对倒？我对新庄，我对路桥。啊，是安那会走去遐读册啊？阿爸伫遐教册，哇！阿爸是阿爸老师。伫咧继光国小教册，啊，教哪一个科目的？教画图的，画图味啊。道，艺术家，艺术家。啊，你家己本身有爱画图？无，通常拢安尼，嘿，通常安尼。哦，啊，好像你讲泸州过去，啊，你嘛是恁阿爸爸伫爸伫遐教遐教册？老师。毋是阿嬷住伫遐。啊，我哦知，影，啊，这伊下课就去阿嬷家。哎，阿嬷煮的，啊，都阿嬷煮，互你食，对。拢寄阿嬷嘿嘿遐，拢寄阿嬷遐。好，啊，即马这三位同学就可能啊，两题通啊摕到一题，三题拢过通啊摕两题大片。哦，拢了解哦。了解。来，请一位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。来开始。阿祖，阿祖，哎，你看到我阿祖哎，啊？卡等去啊，卡等去啊。哎，你比。我阿祖入去的歌词。哎，好，较轻嘞，较轻嘞，哎呦较轻嘞。会晓烘肉无？捌韩国红金无？哦，唔知有食好手无？瓜子。好好，来，过来吃。请讲。那会安怎？搁安怎？我今仔日足衰凯，哪会跋倒？啊哥落雨。啊，所以不够对啊，来继续。落雨跟烦恼。阿明啊，较哎呦，我拢确定这是。你的主课无共款。反正因对阿米亚足内行。你讲因伫学校练习。嘿啊，因要规套登去练。请讲。就难呢。安怎？你还袂食早顿，慢车出门的。哦，对对对。厉害啦！你是阿灿嘛？那会安尼？你今仔你怪怪哦。无，我感觉因伫学校是毋是有练习？是这嘛？哎，因为有要规套登去练。咱这有组去哦。诶，我唔知影这做单有数无？加油！伊讲有出数，技工公少。屁干诶！哎，因啦，因要来遮做甲咱做啦，一届100块。今日伤乖啊啦！哪有遮乖啦？会晓想哦。手术刀甲落水溪。医生开车过落水溪，摕手术刀去手术房开刀。厉害！这故事啊，真够讲，足无用的啦。哇，真正有准的呢。运气真好诶。足够讲的，好。那会安怎？搁安怎？试一个。那会饭店内底无电视，搁无冷气。安尼足受气诶，哦，真正。会热到变去呢，啊，搁足无聊的。无冷气我就无要住。搁试看。厝内哪会无物件食，搁无物件无饮料啉。啊，会用我想的。要考安尼我袂受气。你妈妈哪无甲你买？好啦，下面我甲你传足澎湃的便当啦，哦，便当加饮料给你啦。手术刀落水溪，来，好心，换你试看卖。阿爸摕手术刀去抬落水溪鱼。哎，啊，迄落水溪的鱼是家己掠着的。袂歹袂歹，阿姨也表现得真好，三地两地大片啦，请停。来，下摆爱大声念出来哦。该摕2个哦。哇，你真正是太高光笑了。哈，有干干嘛？嘛？啊，各位，妈祖，妈祖来，哦，大吉。请客。那只高水。哎呀，食高鱼哦。哦，来，哦，4地大片啊，后一关换阮的秀起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饮来噶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6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Just do it！回应是第1位。啊，咱先来开讲者。啊，放假你敢会去踅街，还是去倒位去佚佗？介少。介少。我，因为即摆要考验的题目啊，甲张数有关系。出题进前，甲恁讲安怎来摕大片，5分有1块大片，10分才有2块。题目是啥物咧？小朋友，咱今仔日头要来去商店踅踅，请问咱南部人讲的商店是夜市啊，还是动物园呢？
上等，是什么意思咧？上的顶。夜市啊，上等夜市啊，我感觉上等是夜市啊，我感觉就是感觉。好，你的答案是夜夜市啊，市啊，对，对。夜市啊，上等夜市啊，我感觉上等是夜市啊，我感觉就是感觉。好，你的答案是夜市啊，夜市啊，对，对。哦，对啊。哎呀，为什么是夜市啊？解释一下好无？咱南部人讲的上等吼，就是这个流动的，就是吼，一礼拜的某一天啊，就有人出来摆档。啊，这个夜市啊呢，就是讲吼是区域性的，就是逐暗拢有的，所以吼上等就亲像夜市啊，安尼知影无？好啦，嘛是要恁选一空啦，到底摕到几分，请选。一分。一分，你会使落选，你要徛在车选了。好，嘛是会用的，你就要徛在这就对啊，就是这空。嘿，就是这空。好来，到底是几分 ？Just do it。几分？几分？哇！我一个就4分去啊，不能换人。我人5分就有一个大片啊！这个困难来，太困难嘞！你平常是有在听音乐无？听歌无？哎，我拢听什么人唱的较济？五月天啊，五月天哦，哦，5月天啦。五月天。 5月天哦，可能这题对你有淡薄仔帮助。咱听看觅，题目是啥物？老师，请。好，火车轻枪，火车轻枪，经过田园，经过海边，不知当时会到站，要到站嘛，要到站嘛，行李唔通放袂记。哈哈，借问一个，我通到经过倒位？哈，经过倒位？来，经过倒位？海边，海边。好，搁一个。你念出来试看卖。海边无唔对。嘿，海边无唔对啊，海边头前小嗰只。小 K 吗？小 K 哦。好，所以你答案是这两个，对不对。对，对。弟弟，歹势，到底是经过倒位咧？八大溪。经过田园，经过海边，知影无？哦，歹势啦，安尼就无通啊选哦。后一位同学，哎呀，收起来，所以，何晨，你有特别介意什么节日无？中秋节，啊，中秋节你会特别做什么活动无？行吧。行吧。哇！今麦要考的就是甲节日有关系，来请出题。小朋友，咱过年过节啦，拢有代表的食物。没错啊，咱的食物呢，就是有这个月饼、润饼，搁有肉粽。请甲这三个食物呢，对年初摆到年尾。润饼、润饼、肉粽、肉粽、画饼、月饼。月饼。哎呦，敢是润饼、肉粽、月饼？对，对。哦，对呀。厉害咧！咱即摆来听看卖安怎解释？无唔对啦，咱的润饼吼，就是新历的4月清明节的时阵要食的。啊呢，这个肉粽吼，就是旧历的5月初要食的。是啊，另外一个月饼呢，就是咱中秋节8月15旧历要食的哦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哦。哇，真正厉害呢！想袂到，来，选一空，看要倒一空，提分数。这空好，确定。确定。来 ，Just do it。足快，足快。哎，两题几分啊？高9分啊！啊，就变伫咱遮。你平常是台语拢甲谁练的？甲谁讲？阿公，阿公哦。哦，阿公敢会甲你讲一寡俗语，还是会客家话？俗语咧。小意哦，考的就是俗语题，来。来。
古早人是咧讲，读册唔通读死册，爱好好运用册内底智慧。所以人讲读死册，会当讲你读册是读到倒位去。卡村，读册读到卡针去，哎，妈妈，安尼放屁就无去啊！读到你是读册卡到卡掉啊，你是包口睇个咩？卡头是卡头夫吗？卡头菇，好，来，你给我一个答案。卡头菇，卡头有啊，卡头。来，对，对，弟弟，到底读到倒位去咧？咱来听讲下白大是安怎讲？当然啦，读册唔通读到卡接偏去，因为咱看册哦，就是要学伊的智慧，吸收伫咧大脑，唔通哦册包歹，册藏伫咧卡接偏，你知影无？好啦，嘛是非常优秀，9分，通啊摕一块大片。什么来，题请摕。来，请摕，一块吼，爱讲出大声念出来。好，较大声，会哦，哦，袂哦，会哦。好，来，哇哦，好来，1、2、3、4、5块大片，敢摕到宝藏咧？赢来个！哎呦，记讲国小的囡仔兄、囡仔姊要来摕宝藏啊！有，虽然有3位是空的，恁感觉有信心摕到无？有哦，敢有想要刷位？有，来，请刷。算要安怎刷咧？咱的刷是白了工的，各位是哦，哦，安尼哦，冲浪空的就对啊啦！哇，好来，真刺激，手甲扛起哩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较大来了。请背，有啦有啦，来看卖一下，来看卖一下，哇，水，颁奖啦，颁奖啦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来，哇，跑车甲送出来，汽车，遥控的汽车呢？啊，毋过内底无遥控，哦，无啊，有咱有啥物？有啥物呢？用你的手机啊去连，哇，这样。哦，这拍迄个佚佗物哦，啊，参悟落来心情啥款？欢喜啊，就欢喜的，欢喜就欢喜啊！哇，总算是开看咯，好心理的，嘛是就欢喜的，嘛是种欢喜。但是有机会过来，要过来拼一下。哎，哎哦，赞，真赞，来，最好耍的。最好耍的，好胜，啊，袂用。必须啦，嘿啦，有摕到宝藏，啊，搁参与到这尔好耍的这个关卡游戏，搁学台语。真正的，当然嘛是欢喜，摕到宝藏有欢喜无？哦！爱继续讲台语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就爱台语。是啦，再会再会。